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的节目是咱记得放歌声，节目一开始由芳玲带来这首《少女的心声》，来邀请全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社会的少女，啥物拢不知。踮厝内爸母也时常交代，出外来交朋友互相了解，爱小心。爸爸是妈妈，江松大哥、金发大哥、洪东和大哥、王文忠大哥的掌声。当日头要落西，暗风对面吹来，初出社会的少女。爱小心，通来作伴。谢谢少女的心声，感谢咱侪侪观众朋友准时伫咧做陪伴吼，咱许阿甘姐姐、钟信大哥、金发大哥、燕枣咱的郑大哥、卢月凤姐姐、洪正先生哈，感谢咱的陈地正大哥、王春德大哥，谢谢咱吴美月姐姐、台北林大姐、南坎这边的思昌大哥，谢谢我们的曾千怡姐姐啊哈，感谢咱这个申树大哥、那叶中友大哥、轻松大哥，谢谢。来，以上吼，伫咧甲咱拍谱，还有9956哦，吼，谢谢你们哈。来，即摆呢，听完芳玲唱了后，换咱江林老师唱。会记得江林老师来唱歌的时阵，吼，伊个人都较食饱，
吼，你啊泡啊，甲吹落去，迄段调吼，就咱较袂拍卡。大家嘛真爱人学咯。咁安尼？嘿啦。你毋是拢较无爱人报？你讲你，我就知咧，你就是特别爱人报，特别爱人拍泡啊，对无吼？免啦，安尼啊，系啦。啊，你若是讲，吼，这什么人同款，林学落一个。林怎？我若缀你出去，人咧包红包吼，你讲哎免啦免啦，我就替你收卡安尼。加起来安尼。再来一首非常感情的歌曲，叫做《淡水河边》，怀念的淡水河边。就是早期呢，安明宏先生非常受到欢迎的怀念的淡水河边。来，谢谢山顶已经有咱先生大哥、金发大哥，也有咱的
1177啊，正兴哥哦，龙大师，咱的红珠姐姐，安乐大哥，金发大哥，搁咱的台中李先生。李志杰，谢谢，感谢市场大哥、烈毅大哥、阿甘姐姐、郑鑫，咱的吴青松大哥哈，徐爸爸、徐妈妈伫咧甲你拍扑啊哦吼，朱阿姨嘛拢上线哈，叶大哥谢谢，还感谢哦，咱的林木火大哥哦，咱的月凤姐姐谢谢哈，来感谢恁的默默扑啊声，也搁有咱这个梅香姐姐谢谢哈，来听完2首歌曲了后，咱要来进行的就是咱这个点歌的时间啦哦。点歌的时间呢，老师今日有安排，拢总共款有7首歌曲，是毋是咧？来哦，无毋对，来，7首歌曲头一首就是咱这个佚佗人的目屎。讲我是我，予人心惊惊。好，来第2首哦，第2首安排是咱的夜舞的12路。日落西山顶，花光，黄昏的12路。第3首，为着10万块。阿母，人阮明仔载都要去出勤咯。是啊，明仔载我演一个老唱咧。你都自由咯。我是讲我今日我演一个老唱。是啊，明仔载你得自由咯。望你早日出苦海。阿母，人阮明仔载就免去出勤咯。是啊，明仔载你得自由咯。阿母，你哪会知咧？哪会唔知？早起迄个王仔社都有来，而且嘛摕着10万块要来甲你赎身安尼。唔是啦，阿母，是另外一位人客，一位大姐摕着1万块要来甲我赎身。哇呀，我大姐哎呀，10万块，你有人要甲赎身无哈？哎，介绍开甲遮加着安尼吼。我10万块可能是看一礼拜款啦。这老苍吼，你要做无成，无成哦。你较清纯。我本地，我甲你讲吼，我本地就袂使做老苍啊，我爱做小姐。做小姐。但是做小姐，而且钱要摕咯。但是我若做小姐吼，伊嘛真食力，你敢知？别人的台拢无爱去点，干那要点我尔。是。你听讲坐台湾真贵哦。哎呦，我绝对开咧，绝对袂使讲10万块尔吼。你可能，但是暂时即马冲凉啊，无咧坐台哦吼。来，今仔日第4首啦。无咧坐台，有咧跳钢管啊。无咧，佫袂晓吞剑。我还袂学到遐吼。来，第4首是自从爱着你。自从爱着你哟，啦啦啦啦，自从爱着你哟。好，第5首是小姑娘入城。头拄着一片草泥啊，起起，迄个敢是田庄的姑娘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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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第6首。心头肉，秋月情，你风独听，自月后，你情不灭。来，第7首是咱这个思乡。离开故乡3年外。好，来
呢，即马来开始甲卡吼，8326-317， 8326-317。来，电话甲接开，喂，你好。哦，头一位，哎呦，凤姐啊来啊，凤姐你好哈。哦，啊来，足久无第一名呢。哦，来，今仔要听倒一首。欢迎你。哦，赞啊，这第首。六首。好，我来下看哈，感谢凤姐哈。好，每一工准时收看。来，金发大哥你好。嘿，阿发哥啊。嘿嘿嘿。好。好。自强爱着你哦。还是有着10万块。哦，然后自强爱着你啦吼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好，感谢金。真轻松的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金发大哥。来哦，郭大姐。好。对啦，我就知你爱这些。对啦。好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，平安哈。来，龙煞师你好。哎，好呀。小姑娘入城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哈。好，谢谢龙大师哦。来，曾小姐多得难哦。你好。哎，爸爸这里面很会唱歌。啊，你好，曾爸爸好哈，你好。曾小姐你好。哎，那个，我跟你点第4组的爱着你。哦，第4组。爱着你 ，OK。好，这是咱郑小姐哦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平安。哎，来减山大哥。好。我王经理小姐，讲你在减水啊，我三毛减嘛不去。安尼哦，无紧，今仔看卖。昨较人点，今日手快对无来？好，安尼我写开哈。好，今仔看新闻对袂哦 ？OK， 好的。好，来，你好。喂。阿嫂，谢谢哈，感谢你今仔甲阮加油。大哥讲咩？真为着10万块啊！好啦，我写开哈。好，啊，这是咱尤大嫂哦哈。好，感谢你甲阮加油哈，谢谢哈。好，感谢感谢。好，来你好，中永 A 讲好。你好。要听倒一首？爱听电话筒内面的声音，有迄个回溯有啊无？来，中永 A 讲。是以便爱听。你爱听电话筒，互你的声音哦。电视哦，你伤远遐，好。来，你要第几首？好，来，你讲要第几首？好，第4首吼 ，OK， 我写开啊吼。我来自强爱着你。好 ，OK， 喂，你好。嗨。好。好，我写开。好，这是咱梅香姐姐。业务的12路。好，谢谢。OK， 没问题哈。业务的12路收到。来，新朋友你好。好。好，你讲。母爷的灯塔。来，大哥，你住倒位啊？台南要怎称呼哈？黄先生哈。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感谢你收看哈，准时收看嘿。你是你外口去啊？母爷灯塔。哎，母爷12路才对啊哈。你好。好，来，哎，康康好。自强爱着你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写开。第4首，好，我写开哈，好，第4首。好拄啊，咱的观众朋友啊，带高雄这个啊。嘿哦，黄先生。点一块叫做母爷的灯塔。对。甲就这个母爷12路是无共手。哦，无要紧，这拢总会晓唱啊。嘿。凄冷的月暗暝，望大海边。这首歌曲叫做《母爷的灯塔》。来，直接甲咱观众朋友报告，因为咱拄则这是新朋友吼，新朋友咱会记得吼，上山的时阵，来老师我讲者吼，咱上山的时阵拢总是点后壁这几首歌曲哦。伊就只有歌词啊。对，
啊，如果呢，你若讲吼线卡甲找小姐有甲阮加油的时阵，你就直接甲小姐交代讲，你有想要听啥物歌曲，老师会甲你做安排落去，安尼好无？好来哦，即马赶快过来接电话，来秀琴姐你好。大台东。嗨。张林老师。你好。好。大家好。我点那个心头吧。心头肉第6首。哦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这是咱好秀琴姐啊哈。好，平安，谢谢。好来，小等首你听。吴大哥你好。大家好。好，今日要听倒一首？好。好 ，OK， 无问题。爱着你。好，来。好，平安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青冈大哥你好。好。啊，自强爱着你啦。是不是自强爱着你哦 ？OK， 好，第4首哈。好，平安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蔡妈妈好。大林小姐你好。蔡妈妈，你要听倒一首？阿凤姐你好。好。打了好啦。好。好。要跳歌无？哦，来点后边这几首啊嘿。后边这几首啊？嘿哦。不然是讲爱算要点，为着10万块吼，你两个。好来哦。有啊。来啊。第3首来。无问题哈。好，蔡妈妈哈。好。好 ，OK， 等下再唱给恁听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周大哥你好。周大哥要听倒一首？安尼哦，来，这是咱周大哥哦，好，下开哈。好，谢谢。江太太好。第6首哟。心头肉。哦，我下开哈。好的，谢谢。中永 A 讲好。好。好。好，来，自强爱着你。我总会讲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哎，来，喂，青田大哥好。苏香哟。苏香第7首。好。哦，第7。OK， 无问题，我听有哈。来，由中原大哥你好。喂，中原大哥。哎。今日要听倒一首？第3首有10万块。为着10万块。好，安尼来，我来写开哈。好，这是咱中原大哥哦哈。来过来，春雄大哥。你好。你要甲我熟悉呀？安尼吼。你哪知？哦，安尼可能爱用美金啊哦，吼，嘿啊，我等下问阮4大人才甲你讲哈。好，来。10万块才300尔。好，来春雄大哥啦，好 ，OK。差不多啦，会到啊。喂。喂，请问是那个互动点歌的吗？对。对呀，现在是啊。嘿，你有看到我们节目吗？哈。哦，来，你看后面哦，哈，来后边。什么歌？什么歌？为着10万块。为着10万块吼。第3首。好，啊，你住倒位？哈？中华宜林我社区。哦，李林啦，邱先生啦，哈。好，谢谢您哈。好，来。哦，来，我知好，来，民和大哥你好。哎。来，民和家哈，我你后嘿，要点倒一首，嘿。哦好，民和大哥哦哈。好来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好，谢谢。时间的关系吼，咱所在个大远的时阵，咱这个吼玉斌，吼叶大哥款啊，玉斌姐，蔡妈妈吼，洪大姐啊，当爱开始爱唱歌，吼爱唱歌，时间到。来，自强爱着你哦。
都心茫茫，每日都心茫茫。谢谢叶大哥、陈太太、钟永叶奖、金发大哥、婉秀姐、那个叶霞姐、康康、龙大师、许荣涛大哥、文忠大哥的掌声。自将爱着你哟，自将爱着你哟，每日都心茫茫，每日都心茫茫。自将爱着你哟，自将爱着你哟，每日都来迷茫，咱两人的迷茫。心里的糖甘蜜甜，你伴在阮的身边，月亮有看见，请你唔通放袂记。我一块怀念着你哟，自将爱着你哟，自将爱着你哟，每日都心茫茫，每日都心茫茫。谢谢我们的李明山大哥、陈先士大哥、金发大哥、吴米子姐姐、世昌大哥，感谢50778827，谢谢您的掌声，感谢康康的掌声。心爱的你敢不知？无你在我的身边，感觉无滋味。请你甲我相看卖，我一块怀念着你哟，自将爱着你哟，自将爱着你哟，每日都心茫茫。每日都心茫茫，每日都心茫茫，每日都心茫茫。谢谢。哎呦，真轻松的一个歌曲。对，啊，本地就是安尼轻轻松松哈。哈。对。好，来哦，观众朋友吼，啊，咱等下老师搁来做准备啦吼，继续的歌曲哦吼。来，老师甲看者吼，伫遮放林甲恁做一下报告咧，昨有伫咧讲迄个安尼吼，涂骹伫咧扫迄啊，我甲恁酸的，迄袂凉啊。昨真正是吼，产饼真正老师啊，内底坏啊，本地差不多拢总差不多20箱嘛。是。老师我咧讲，剩差不多6箱尔。6箱。嘿，所以哦，观众朋友。一年当中的时阵吼，大概差2批啦。对啊。吼，2批。啊，都像这个吼，像这个中秋节前安尼。对啊。啊，搁再来先就春天啊，这2批安尼。对。这是啥？这是像这个吼，咱像这台湾的时阵对无吼？国宝，台湾这个国宝吼，这土粮啦，土粮，嘿。对啦，来，所以讲我即摆要来甲咱吼进一段广告时间哦，谢谢。一尾敢若活量的吼，这是咱观众朋友，你发现就讲，咱这正港的台湾的土良种哦吼。观众朋友，你若甲我买着的时阵，你就有看到阿爸挂顶头就有写，咱来自台湾自野生的土良种，拢总写伫阿爸挂遮搭。啊，而且咱阁做甲浓缩萃取，叫做超临界点萃取的。
唔免抓，唔免啉。吼，咱无浸药剂，因为一撮时大，伊讲伊袂使啉酒的，你着来甲食这就上好啊！吼，这内底有骨蛋白、骨胶质，啊，搁有咱这个蛋白、生长因子，吼，足多。啊，咱会知影讲这土龙精，如果你若法度去食着正港的台湾土龙这保证食哈，上介好。这是保证食吼，你都无论讲去烤着、弄着、腌着，吼，一寡呢骨伤的这，啊，都安尼食的。袂轻松，遐嘛袂轻松，食这上好哈。这专门咧甲咱通迄条血管，迄条公路的，互你咱食人会轻松。无大紧嘿，咱会当甲咱串起。真侪大哥吼，啊人都安尼超50外岁尔，无到60呢，哦啊，都安尼感觉讲较够甜心啦。嘿啊，较袂做主的这啊，食这嘛足好。较无度随心所欲的。啊，这吼无分查甫查某哦，观众朋友啊，但是有分者讲吼，你会去买着正港台湾的土粮，安尼尔吼，骹手袂灵活的啦，会当增加你的体力的，会当互你安尼行好，真溜力哦。啊，而且哦，我咧讲哦，你若食着正港的土粮精的时阵，阿嫂啊。皮肤嘛会翻水哦，对，养颜美容。对，啊，我有讲过吼，昨天因为昨已经互咱卖差不多超过1/3、2/3啊吼。观众朋友，阮内底剩一丝丝啦量尔，所以我今天吼，观众朋友啊，因为我袂使卖超过啊，真正是袂当卖超过哈。今仔日的卖法呢，来啦，咱细组的吼，对，咱买2盒，买2盒的话呢，2盒。咱特别有优惠嘛，这一盒是1500块，买2盒的时阵特别优惠2500块。但是你要知影讲吼，咱的黄老师呢，特别拢对着咱这时代，特别甲恁照顾，所以讲咱即马就是讲买2盒，再加送2盒的时候呢，赶快再甲你收2500块尔吼。观众朋友，这是上介优惠的组合哦，2500块吼。但是呢，咱观众朋友讲做放任啦，你按1年才卖2组尔呢，我要甲你买较济咧，来，吼，我一届甲你买2组，好不好？来，2组呢就是4加4嘛，就是8盒。8盒的时阵呢，咱特别有优待，吼，赶快互咱观众朋友就是5000块，哦，5000块哦，5000块哦，吼。啊，观众朋友知影讲吼，你有当时啊。这咱常常要一届摕遮济出来，我想讲要甲买互有够量，所以讲呢，老师啊，今仔咱是毋是共款，互咱观众朋友甲做一下优惠者？最后到最后这档期尔，这档期最后一档期。这摆这买这几箱若卖完了，嘿，6箱而已哦，6箱尔吼。好，来，今仔日要安怎卖？今日要卖时阵，共款的时阵，你怎张拄去？你先，我叫你卖，你就安尼无法度卖啊。因为像这吼，若讲卖吼，我收一个是讲这，若卖像这吼，是来讲成。好啦，无我咧讲啦，卖大组的啦，大组的啦，大组你要安怎卖啦？你总袂使卖8盒吧？咱观众朋友一寡时代讲，我着要买大组嘛，希望讲算较俗咧啊，对无？这是我咧讲，这是查甫食，查某的身吼。对。你若食会着的时阵呢？这甲你增强体力，互你本身的时阵，这元气100倍啦，元气10足的。安尼咧，这说讲像这个哈，但即马要安怎卖啊？这卖是昨的就安尼，嘿是啊，就剩遐尔嘛。嘿，剩安尼要照安尼讲。6、4月是加嘛，差不多昨有讲吼加送1盒，你若要甲买大组，加送1盒，但是你吼昨有搁加甲你。加讲，你去甲公司讲啦，对，搁加1盒啊，你想？啊，就公司搁加1盒。对。啊，昨是毋是我加半盒，你加半盒？对。啊，你即摆现主是要照咧卖就对啦。我爱看你肯甲毋肯啊？嘿咯，哎，老师你写全安尼嘿。你电话啊赶紧卡，10盒的当中是偌济？嘿，5000块。10盒5000块。这1盒的时阵1盒啊？嘿。1盒才剩500块。来，观众朋友，你电话赶紧台湾的活体土粮，活体土粮哦，来哦，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日卖你共款哈，老师佫有印啊哈，10盒啊，里内底阮内底剩6箱尔，哦6箱尔，这6箱阮若卖完的时阵，你要等到明年，对，明年才佫有哦吼，来080081051810815181，电话开始讲卡来啊吼，电话卡来啊吼，台南黄先生下来，你好，来黄先生你好。我讲这有限量的哈。大哥，你要来50位咱的观众朋友，大细组不管，你若捌用过的时阵的，你买4盒的就好，吼。你若捌用过，你知影讲像这个宝的当中的时呢，你会当一摆甲买大组的，大组的当中的时，啊这一罐吼，这1盒的当中的时先讲的哈，
这一盒的时阵内面30粒装，吼，啊有的观众朋友讲，好，啊像这30粒装的时阵对无？安尼的时阵，吼，安尼的时阵较贵着。我咧讲，这会使讲者，这土量的时阵是比金仔较贵，你咧讲无嘛对？但是像这土量精甲鹿茸到底是安怎呢？伫咧食亲像这个串起通货，这会使讲是全世界这独一无二的就对，吼。你若讲过去啦，啊，都跋倒去啦，吼，骹骨手骨去互断去啦，这上好哈，吼。后像这个爬悬悬、爬树顶，或者讲做工课的时阵，对3楼、对5楼跌落来啊，啊，结果迄是20年前的代志呢。20年了后，这个今日，吼，伫像这个伤害这个所在，伊原伫咧抽、伫咧酸、伫咧疼，吼，包括就是讲像这个天气来变化的时阵。迄个伤着的所在，亲像这气象台共款安尼啊，迄就是来气伫咧行袂过关啦，吼，来食这土壤的时串气通血，将你这个病母先，甲你念淡掉，你才知影这物件欠，吼。啊嘛有真济，咱咧像这妇女朋友啊，即摆做这个生囝了后转来啊，咱甲食像这土壤，吼，你要用像即款的像这个胶囊嘛好，啊是无你就是海口先买土壤搭炖嘛。迄个空喙，我甲你讲足紧好，吼，就是遮尔奥妙就对。这个土壤你掠着了后的时阵呢，来甲洗洗咧，甲当作四杂，当作四杂咯，吼。这个土壤经过3点钟、4点钟久了后，这个土壤的时，你甲摸，伊共款的时生命力佫足强的，已经甲当作四过啊，共款嘛是佫咧带咧，吼。啊，这就是土壤呢。根据嚟讲上，咱个中医书啊。吼，这个有这记载，伊就是食做这个串气通血上介好。吼，你若如果来讲迄旧年病啦，无论讲你什款症头就对啊，药啊伫咧食袂行，吼，顿啦，吼，无论讲是这个五脏六腑的时带一个器官啦，爱到吼动过手术，还是讲像这个倒一位的时，这药伫食袂行，你就需要做这个气。啊嘛有真济啊，吼，咱咧像这个观众朋友啊。观众朋友，咱神啦，来老师哦，检查拢无毛病咧。迄个气脱掉，你检查你哪有毛病？电话赶紧卡，存数量已经在倒数了，已经在倒数了哦哈。来，老师啊，唔免搁食吧，老师你食嘛袂赴啊吼。来，导播，咱控制者，如观众朋友，你这段时间如果你电话卡开时阵，电话唔好挂掉，你唔免搁想，你只要甲我讲大组甲小组就好，我赶紧甲你写开，因为咱数量直直无去，直直无啊，哦，我甲恁讲过，这批啦，这批卖完的时阵，阮就是一定要等到明年度，因为这无定有，正港的无我讲者，正港台湾的土量哦吼，来，电话你继续你卡，继续你卡。080081051800815181，你电话赶紧卡，因为数量即摆从个位数量，我拢做统计者。来，谢谢。50组，即摆50组。来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即摆电话还搁伫咧两个当中，绝对唔好挂掉，挂掉了后，人第二位就甲你开时阵，吼，你可能你就失去机会啊，因为这真正观众朋友会知影讲，若旧人客，有钱就无地买啦。旧的人客就知影讲，哎哟，芳林你若卖这产品卖到遐可着，啊，这个物件毋是定定有，毋是讲来掠就有，伊佫有分季节的，所以讲观众朋友拢总爱而且一届做开的量，就是无济嘛，吼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而且你甲想看觅啊，咱即届即个组合。无人安尼卖啦，这等于吼无得趁钱，等于伫咧做功德，吼。啊，因为量无真济，啊，咱就知影讲者，咱的观众朋友吼有需要即个物件，吼啊，所以讲咧，咱就比如说救世，安尼就对啦，嘿，做交配啊。好，老师你准备唱歌咯，吼。啊来，我来讲吼。有10万块呢。嘿，好来，安尼我歌你讲观众朋友啊，吼，即马阮两个来唱歌，啊，恁即马若电话还搁伫咧亮，因为还搁差不多7线伫咧做接台吼，来恁电话会记了，电话若卡通唔好挂掉吼，小姐先甲你做接台，先甲恁写开，安尼才有准算哦吼。啊无你卡等下，阮真正就爱搁敲电话去甲你抱歉说对不起了哦吼。来为着10万块，谢谢。
阿母，我明仔载都唔免搁再出去安尼。是啊，明仔载你就自由咯。阿母，你哪会知？知，早起王仔社有来，我已经将你掠予伊，而且飞机嘛退咯。不是啦，是另外一个人摕着1万块，要来甲我赎身。什么？1万块？啊，你倒来讲会出嘴？阿母，你以前毋是有讲过，只要若有1万块，就会当互我自由。也这阵哦，这阵时机无共咯，一定都要10万块才会当用的。我已经将你掠王仔社10万块。什么？10万块？发生啥呢？阿母，我要看你起价哦。我不会啦。母啊，甲你指电讲炮，甲你蹦掉。那母啊，10万块拿起来，要无死就免讲。阿母，你有够凶！阿母，10万块，10万块，10万块啦！如今无招来，失去了幸福，永远的爱。不知不觉，伤心到目屎。环境所害，所以不得已反背你情爱。为着10万块，10万块啦！我豆包过会做效果安尼吼。来，感谢芳玲伫咧唱歌的时阵，咱线卡已经来大湖的咱这个宋小弟、林大哥、蔡大哥、咱的红珠姐姐、安乐大哥、苏金贵姐姐、林木火大哥、龟山蔡大哥，谢谢花莲的黄大哥，咱个有剑山大哥、梁国彩大哥，谢谢吼。台北罗大哥，咱的宜兰郑大哥，还有邱爸爸呢，吼，感谢咱的月霞姐姐哦，吼，咱的秀霞姐嘛拢上线哈。中永 A 奖，谢谢岳凤姐，感谢咱尤大哥、尤大嫂，咱的梅香姐姐嘛伫咧拍谱，郑聪嘛伫咧拍谱，谢谢。来，一首好听的歌曲吼。即摆现主是电话共款，对，吼，拢陆续伫咧入来。对，吼，即款的就是呢，听好歌以外，系，吼，就是好康的啦。真正是。即款物件时阵吼，你若今日摕到的时阵，真正吼，咱就这身份有保佑啦。对，吼，有保庇就对。对，这你若如果来讲哦，查甫人的时阵对是，吼，这用真虚啦，吼，真无一个像这查甫人的生张啦。哦。若查某囡仔先讲做虚心难得，吼，倒咧喙齿油落啦，头毛先落啦，安尼啦，吼，即个啥？花容失色。尤其是吼，观众朋友啊，尤其是查某人啦，讲即马若冬天一个到的时阵，哇，脚尾手尾不等啊，冷叽叽的这啊，足好的。即尾涂骹伫咧扫这，土地伫咧扫的这，有够好的吼。所以讲观众朋友，咱即马呢，来还有一点点哦，还阁有一丝丝啦吼。恁电话阁继续卡，赶紧卡。赶紧卡吼！我希望讲咱观众朋友拢总电话卡有入来，因为咱电话卡有入来的时阵吼，咱必须号伫咧，看还阁有量无？量一直无去啊，一直无。阮豆腐伫咧甲我下手啊，讲做你莫阁讲，你莫阁讲啊吼！来，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，恁赶紧把握啦吼！赶紧把机会，把握要把握吼！来，安尼我线卡来甲恁斗做服务，因为拄则足侪拢总是迄种。第一届，是，吼，无迄
编号的课袂啦编的，，像这个吼，你做你信任我啦，这个物件吼，我家己本身拢有使用过。观众朋友啊，江林老师昨有甲恁讲嘛，是，伊一工干安尼食一2粒尔哦，对一个去安尼徛铁马仔的时阵来，你搁讲一下去记录。上好是像这个阴暗时啊吼，要困的当中的时阵吼，因为这好料的，吼。这对咱查甫囡仔时阵真正帮忙足大。你一工拢食几粒？我一工拢食2粒。一届就甲食2粒对无？迄下早时啊要爬起来去下时阵吼，拢免考虑，啪就起来。哦，袂安尼，咱爬袂开安尼。少年啊，当过而且去运动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讲者，今日迄精气神哪会遮巴足啊？安尼哦，迄元神足光彩就对啦。精神家足好的哦。我咧打铁马对无？是啊。我去攻山头咧。系哦。吼，去攻在了山头。你讲或者咱咧。去攻迄殿中的时阵，赤水起啊。好。吼。迄倒对咧吼，山骹路线啊，你着爬。面啊，直直去啊！啥物面啊？45度，赤水行吼。迄牛车的时阵，去到迄个山头所，安尼，牛拢会温落咧。牛身怎温落去咧？安尼啊，你看伊偌惊。足惊。安尼连续延绵的时阵，多3公里半。安尼哦。我安尼一口气的时阵，对无？安尼前3后4直甲落去。安尼。系啊。真正足厉害吼！这袂凉啊，你看偌厉害啦！观众朋友啊，吼，恁来把握哦吼，真正要安怎讲好，安尼上介好啦吼。恁来把握有着，我咧讲，你真正是福气。这档期如果观众朋友你头前个专线电话卡有开，阮小姐有甲你做接台，你真正是福气哦。我咧讲，你甲即马即个时间，你甲我咧讲，你电话甲卡互通。甲冬天的时阵，你绝对无共款。迄吼，有的人骹尾手尾冷叽叽啦，食物件拢总袂吸收啦，人啊足虚的对无？好，迄暗时翁仔某困了，甲小困的时阵，安尼骹去捂着老公的时阵，捂着边角。吼，哪有人安尼啦？吼，大家咧听报元气哈。是啦。而且吼，观众朋友，我甲恁报告，真侪阿姐讲说，哎哟，芳玲啊，我即种体质吼。袂使食补呢。嘿，这免烦恼。来，我讲互恁听吼。袂热袂冷袂暑吼，来。因为也毋是浸药啊，吼，也毋是浸烧酒啊，吼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呢，这即马拢我咧讲生物科技太厉害，佫叫超临界点都萃取的，吼，我咧讲哦，比浓缩佫较浓缩的哦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干那呢2粒尔，你若是讲像江丽老师一咧保养。一届就甲食2粒，2粒就会使啊哈！你毋免早暗各一颗，不需要。较悬的这个山坡身都较客气哩。安尼好啦，吼，好来讲到这，即马呢电话要互恁卡，电话继续来，恁若讲观众朋友信任芳玲、信任江丽的到的时阵，你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哈。电话继续互恁卡，啊老师来唱心头吧，谢谢。晴日风不停，自由好，热情不变。春啊免靠我。着爱做灯塔，我若要出外，上烦恼是妈妈，身躯一领衫，像伊双手一针一线，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牵阮行，一年一年甲阮吃。我若扫你心痛，我若枵你不甘食，我若哭你的目屎就起飞干，我若跋倒，亲像针插你心肝，我恨什么命，我改什么命，我怨什么痛。搁较疼，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。秋月晴，日风不停，自由好，热情不变。
免靠看，着爱做顶塔。我若要出外，上烦恼是妈妈。身躯一领衫，是为双手一针一线。人生一条路，一步一步牵阮行，一年一年甲阮情。我若扫你心痛，我若枵你不甘食，我若偷你的目屎就起袂干，我若跋倒，亲像针插在心肝。我恨什么命，我介什么命，我怨什么痛，搁较痛嘛是伊，因为我是伊的心头肉。我恨什么命，我介意什么命，我怨什么痛，搁较痛嘛是伊，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。树欲静而风不停，竹欲好而情不变。心头肉。来，谢谢观众朋友啊！来，今麦把握哈，最后几个客人而已哦哈。今麦甲咱注文，细组就是买2买2盒，2500块。今麦有再加送2盒，安尼都4盒哈，4盒甲你收2500块。如果你若甲我买大组的，大组就是8盒，8盒4盒再加4盒就是8盒。公司今仔日再加送2盒哦哈！啊，这呢无定定安尼，下一次明年我你讲，阮明年若搁推出的时阵，我你讲吼，我相信啦，绝对起价，绝对起价无剩安尼尔啦，那5000块可能剩差不多7盒尔啦。所以讲观众朋友来，你这一次把握哦吼，来0800815181，0810815181，正台湾的土壤哦，正港台湾的土壤哈，观众朋友啊。你若甲放林买的时阵，你做你放心啦吼，真正是做你放心哦吼。来，哦，感谢咱的452020的吼，谢谢哈。电话若接通，会记咧，电话若甲接通的时阵，爱赶紧占线，你唔好吼03声，你煞甲挂掉吼。等下下一线开的时阵就无通安尼啊。来，买着正葫芦头的，胭脂买，正台湾的土壤哦，土壤哦吼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是要起来时阵吼。嘿嘿。啊，爬起来，真咧爬袂起来，要上班教啊呢。即款的坐车啊，莫甲我吵，我足忝足势的，回路真哩无正常。来337，吼，搁咱做这个健康兄，搁有身体吼520的，吼，啊，搁有690的，赶紧接。来。我即摆来甲献一块思乡，吼，思乡，恭喜啊！
谢锁定咱俩有487-793-682，观众朋友在咧甲咱加油，来电话赶紧卡，刷卡方面甲恁做服务，电话赶紧卡，数量愈来愈少，谢谢。谢谢青藏大哥、青天大哥的点歌，谢谢。谢谢我们高雄市咱的陈月娥阿姨、暖暖林大哥、曾千怡大姐、大朋友，谢谢金贵大姐。哇，连续遮侪首好听的歌曲，嘛感谢今仔的观众朋友，今仔快乐的周末。啊，伫咧把握要把握吼，真正是无定有的哈。来，因为咱小等落节目了后，线卡芳龄，感谢金贵哦，谢谢金贵，谢谢。来，咱小等落节目了后，有需要工林芳龄甲恁做服务的，因拄则拢总满线伫咧，所以讲芳龄工林赶紧线卡甲恁做服务哈。你拄则电话卡无开，来，因为阮两个来落去的时阵，佫加2位咧甲恁斗做服务哦吼，谢谢。